大家好，我係陳英如，我係唐元夢。今日我哋想用5分鐘帶大家走入一個9歲小朋友嘅數學世界。高斯同佢散開嘅故事。冇錯，你細細個上堂，老師有冇出過好長嘅數學題啊？我哋就睇下高斯點樣幾秒交卷，同埋佢出名嘅高斯公式。高斯係邊個？高斯係德國嘅數學王子。佢9歲用個腦打敗計算機。佢大個之後喺數學、天文同物理都閃閃發光。佢3歲幫阿爸記帳，7歲發明加法方法。故事好簡單，老師叫全班由1加到100。同學係咁寫，高斯幾秒計數就答。老師今日咁問點解咁快？佢發現第一項同最後一項係101，第二項同倒數第二項又係101，第三項同倒數第三項又係101，總共有50對，所以50乘101等於5050。呢個靈感俾咗佢一條通天公式1+2+3+到 n 等於 n 括號 n 加1除以2。當 n 等於100，就係5050，好好用。重點係背後嘅思想，識得分組、對稱、配對，就有捷徑。唔係世界，而係揾個角度。公式有咩用啊？第一，快做統計，寫程式，做計略題，再長嘅數都可以秒答。第二，通用，仲可以推廣到工程計算、數據分析。第三，啟發性，簡化數學問題。任何複雜問題，只要拆組再重組，都有可能易搞掂。高斯帶俾我哋啟示，唔好死記，理解原理先係王道。要好識換位思考。仲有記得數學好好玩，一條小朋友都識嘅加數題，誕生咗一條經典公式，9歲嘅高斯都可以解決嘅一條數學難題。呢件事更加鼓勵我哋要勇敢發問探索。生活入面都一樣，唔好被複雜嘅標準迷惑。簡單啲就可以幫我哋更好嘅解決問題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令你對數學多一份好奇心。數學都可以好好玩，感受佢嘅魅力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